起来像个小竹笼，但是茶壶放在里头却能够保温8小时。这个客家工艺以前叫做鸟巢，第2代传人刘玉英把它改了个吉祥的名号，叫做茶寿。吃的都是茶的健康嘛哈，那就茶树，现在他就长不就很多茶树，大概就讲茶树听落去也冇人讲调调的。小小的店面有着刘玉英对客家工艺的热情，因为茶寿要能保温，得要绑上麻绳，一针一针纯手工才能打造。那剪裁没有空气，没有空气没法包起来哈，保温的效果时间比较长。要用最好的稻草晒干、剪叶再处理，而光是编就得要花上3天。戴上老花眼镜，刘玉英靠着双手传承工艺，只是要跟粗糙的稻草相抗衡，所以手指已经变形。这里啊，长茧，这个长茧，等一下手就弯弯，让它弯弯。双手长茧，皮脱了一层又一层。这么坚持，就是怕手艺会失传。那上一代阿嬷这么辛苦又这么智慧，接班接代又给我们失传下去，就不好意思。刘玉英口中的阿嬷就是创作者宋城大妹，会做出茶寿，完全是为了要让老公可以有温暖的便当可以吃，背后可是有一段浪漫的疼惜之情。那阿公这么辛苦去田里啊，去山上哈，中午就吃了冷的东西哈，是胃肠不大好嘛哈。阿嬷就想到，我们来做一个保温的，就像那个保温就那铺蛋就可以推出来啊，一定要保温有效果啊。刘玉英一做就是30几年，用稻草加上保温用的棉花，还有花布，让茶寿温暖很多人的心。为了让年轻人也能爱上茶寿，他还发挥创意做造型，像这个长一点的茶寿就可以拿来温奶瓶。等一下半个钟头拿出来还是热热的，又省电啊，又省奶粉啊。稻草工艺也可以变成时尚仕女包，而且只要有空，他还到社区教学。不止创新，他要让茶寿这项客家工艺也可以一直传承下去。变形的手指，柔韧粗糙的稻草，老花的双眼，紧盯飘散的棉絮，在爱的氛围里成型，在客家文化里酝酿。方圆罗列的茶寿，温暖我的感动时刻。